青少年崇拜領袖訓練。理論基礎與靈性特徵。根據 Fowler 第3與第4階段合群、慣習信仰與個體反思信仰，青少年正處於社群認同與自我省思之間。Piaget 認為此階段進入形式混思期，能進行抽象思辨，適合引導倫理與神學議題探索。Erikson 則指出青少年面對身份對混淆的心理張力，故信仰訓練須提供探索、疑問與認同空間。訓練目標與原則，建立個人與群體身份於基督內的認同，引導青少年將信仰應用於現實生活、情緒與倫理抉擇中，鼓勵青少年參與敬拜創作與領導服事，提供安全討論信仰議題與懷疑空間。教會年曆應用設計，待降期，主題式工作坊，討論現代青年等待與盼望的實質內涵，編排戲劇或詩歌演繹先知預言。聖誕節，反思神成為人的當代表現，運用創作影片或音樂詮釋道成肉身。大齋期，進行生命反省與感戒操練，如社群媒體斷捨離，設計主題靜修日。復活節，引導苦難神學討論與個人復原歷程，結合戲劇與敘事見證。五旬節，舉辦靈命挑戰營，團隊服事訓練，體驗聖靈能力與召命。教學方法與互動策略，啟發式教學，由問題出發，引導青少年批判性思考。跨媒介應用，運用影像、音樂、社群平台呈現信仰回應。小組討論與角色互換，培養同理與責任感。崇拜團契整合，訓練青少年於敬拜隊、影音、禱告帶領中承擔角色。導師角色與培訓配套，導師須扮演陪伴者與促進者的角色，熟悉青少年文化與溝通方式。Fowler 提醒青少年信仰多見於典範模仿，故導師本身的誠信與屬靈榜樣至關重要。建議設立導師培訓計劃、同儕督導制度與心理健康支持機制，以穩固陪伴品質。